你知唔知豹貓唔係野生動物，同豹一啲關係都冇，仲好親人，好好動呢？豹貓原本係亞洲豹貓，台灣又叫石虎，同虎斑貓配種出嚟嘅混血兒。佢哋天生肌肉線條明顯，可以一跳就超過2米高，完全係運動型選手啊！豹貓天生就精力充沛，喺屋企你會發現佢哋成日充滿好奇心，中意周圍探索，四處跑跑跳跳。雖然外表睇落有啲野性啊，但係豹貓其實非常親人㗎。佢哋好中意同人類互動，成日會黐住主人詐嬌。豹貓嘅社交能力都相當強。如果屋企有飼養其他寵物，豹貓都可以同佢哋和諧共處㗎。你有冇養過豹貓呢？留言話俾我哋知佢喺屋企最中意玩嘅遊戲係咩啦！我係英國 MK 嘅寵物保姆，下次再講多啲寵物嘅秘密。